把我丢进黑暗，我会带来光。道路太过艰难，我在你身旁。我所有做的说的，你不必理解。I'm the chosen one， 这一切自然扛着我的肩。什么原则全都被我打破，no matter I'm an android。看你那魂不夜空，晃动在血液中 ，You know I'm a tough boy。every 新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no matter I'm an android。看你那魂不夜空，晃动在血液中 ，You know I'm a tough boy。Straight up, I'm the straight up, I'm the chosen one, I'm the chosen. 每32年，灯塔和天选者会从世界范围培养并挑选出一名综合素质最优的继承者，将天选者身份和原能量传递给他。今天，只有4名候补能够入围第63代天选者选拔的终选阶段，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堡垒灯塔通讯局局长戴安，代表堡垒联邦向落选的战士们致以最高的敬意，感谢你们多年来为天选者选拔所付出的一切。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进入第63代天选中选的4大候补：穆罕默德，评级位列4，请出列；李王，评级位列3，请出列；可汗，评级位列2，请出列。最后，综合分评定位列第1的是魏钦，评级第1，请出列。意料之中，没问题。好。慢着，我有异议，申请灯塔仲裁。什么异议？在灯塔公布的测试结果中，只有魏少校的测试过程没有任何信息记录，我怀疑他的成绩存在水分。可是质询有用吗？质询不需要有用，但是你的挑战必须有用。让他受伤3个月，错过天选，堡垒联邦会记住你的贡献。他现在正虚弱，要做到不难吧？是，因为他是边境军吗？为了确保成功，还会有其他候补协助，知道这些就够了。是。我重申，我怀疑你的成绩有水分。简直胡说八道！当时灯塔和现场的连线确实出了问题，但灯塔的判定结果是绝对准确的。元帅，你在现场，你来说明。天选者必须是最优秀的战斗英雄。如果连小小的质询都无法应对，那就干脆退选。是啊，退出吧，退出吧，边境的，退出吧，退出吧，快回家去吧。边境是不是没人了？再派个娘们过来。我申请挑战魏少校。还有谁没有看见公开测试的？还有谁也想挑战我的？
一并出列吧。魏沁，你自体能量已经透支，还想干什么？这边境的还真拼啊！我知道你的诚意是真的，谁让你是边境的？你只要不反抗，我保你只伤不残。魏晋少将，在天选4强宣布仪式上，你击伤了其余30位落选候补。这件事引发了恶劣舆情，依照总参规章，应施处罚。但灯塔判定你没有触犯法律，往后希望你收敛锋芒。灯塔将通过公民芯片分析你的一切行为，并做相应评判。天选者会根据评判结果，决定谁能成为下任天选者。你要管理好自己的一切言行，明白吗？明白。联邦军没人了，就派你这种娘们儿都不如的货色过来。按惯例，灯塔会为你匹配生育配偶，留下最优后裔。好比在座的第5下少校，他就是当代天选者之子。魏少校，你是否接受灯塔匹配？不接受。理由？灯塔正在监测你的神经信号，撒谎或犹疑，都会让你无法通过政审。我不想有人继承我的血统。好，下一位，请描述天选者的义务。1. 要为人类培育原能量，并将能量传给后继者。2. 要为人类实现物种进化。3. 要为人类抵御天宫降临。请描述天选者的权限。有权调动任何资源以增幅原能量，但无权参与政务。是否了解天选者的结局？若了解，请描述。天宫降临之日，被称为决战日。历代天选者都会死于决战日，这就是天选者的结局。是否接受天选者的义务、权限和结局？接受。是否确认参与天选中选？确认。测试完毕，灯塔判定通过。中选环节将在世界大会期间进行，由灯塔评分、全体公民投票、天选者终审3个环节构成。你作为1号天选候补，按惯例要在世界大会开幕式上护卫总统，请你做好相关准备。政审结束，你可以额外问一个问题。喂，我需要你凭直觉立即回答。魏少校，你为什么这么想当天选者，连命都能不要？我1号候补审核完毕。其实我并不想当天选者。成
怎么样了？通过了。这我还能不知道？我是问你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状况。有，我泄露了对自己基因的抵触态度，绿联邦应该会注意到。啊？那肯定会注意的，不可能不注意的，那岂不是很危险？累了，挂了。哎，我的。爸爸，爸爸，不要参加天选。我的天！哎呀，穿衣服，穿衣服！来活了！我的大笑哎！赶紧呐！快！上校说的是，人类文明正值危急存亡之际，我辈当同心戮力。给我接慰藉。元帅你好，你好。好的，好的。他之前那个什么能量消耗。慰藉呢？他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元帅。世界大会今晚即将召开，总军部决定你往地表峡谷老城执行安防，任务细节已经发你信息终端。有问题吗？有，按惯例，1号候补不是应该护卫总统吗？给你半小时，率部前往目标地。摆明了欺负我们边境部队啊！怎么不早点叫我？谁让你总是掉线，每次都找不到你人。啊！竟然敢对上级大喊大叫，哼哼哼，你完了！你们两个给我适可而止啊！不是马戏班子，我们是在天宫惨案中活下来的边境军。哎，不拘小节才是我们边境军的特色呀。哎呀，我们现在寄人篱下，不能由着性子来。还有你，少校，宣布4强候补的时候，你又跟人打群架了？不是，你又跟人群打架了？啊，入口到了。哎，你干什么？你该不会坐稳了。
没事吧？你呀，能不能别每次都搞得那么惊险啊！哎，好了，又没事儿，分组就位，动起来吧。是。不就是飙个车吗？真是大惊小怪。你念叨什么呢？任务拜托了，辛苦。敬礼。中宫大厦出现大范围信号盲区，灯塔分析，这次排查有较大风险。我要你们跟冲锋车时刻保持联络。好，准备吧。32年一届的世界大会即将召开。现在乘坐列车经过联邦大道的是人类各堡垒各族群的政要们。2号。总军部兵将汇报安防情况。总军，2号没有异常。总军收到，继续戒备。4号，总军部兵将汇报安防情况。总军，4号没有异常。总军收到，继续戒备。3号，总军兵将汇报。我懂，继续戒备嘛，一定的。元帅安心吧，谁会在这种时候来送死？1号候补，总军部兵将汇报安防情况。总军，1号，安防部署完毕，峡谷无异常，地表无异常。总军收到，继续戒备。总统车正在行进，保持警戒。1号收到。201呼叫530，530收到，请指示。开启信号盲区，准备发送全民警报。收到。目标信号出现在废弃大楼中段57层。530小队，目标57层，即刻出发。201呼叫613小队。613小队收到，请指示。天选行动开始。各就各位，目标4大后，逐个击破。
是生活热，可却在乱世之中活着，不愿意让人岁月蹉跎，从不畏惧困难，从不害怕挫折，大都要面对，已经没时间流泪。知道结局的时候，也从没想过会后悔，从来都不会去违背天选的规则，运气和勇气一直在配合，不去想会吃多少的亏，让自己后悔才是最大的罪过，让我拯救世界这是天意，难为的生命无数陷阱，开启鹰眼我要开始飞行，可这时代无处不在的危险，灯塔不一定能够带来光明，天选不一定只是能够无情，未知的恐惧来自天空，这为希望从不愿服从天命。